家长帮囡仔换衫，身躯顶穿的是亚钢钉心动的服装，平常时伫休课绕境报名才会当穿。不过，小人无法远区趁着儿童节连假，跟京东店合作，提供杂志衫，予囡仔认捌在地家庭文化。之前有看过蜈蚣针，我们有捡糖果。在那个牙缸哦，那个会保庇，新名会保庇。早期专门溪流溪周边，常常会做大水，溪流解道。这款现象地方叫做青梅蛇，相传牙缸会震煞。所以，伫西港、麻豆、客家、小人勘土城乡，拢会当看到亚钢钉行店头前辟邪。其中，京东店的亚钢钉有201.8公尺，互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是上长的，是由108名天宫地刷所组成。阮的王爷指示讲爱装天宫地刷，较有够力，而且这天宫地刷是先天的。就是迄个封神榜内底封神的108个天宫地刷，即摆囡仔装做天宫地刷的班，然后坐伫迄个亚钢病顶悬，安尼来压迄个刷较有够力。台南义政馆里面呢，有一些像是在地宫庙文化、十二婆解阵，还有一些像是家将的我们在地的阵头文化，那就是希望民众可以来我们现场，能够更加了解我们佳里区在地的阵头。各地庙宇拢有无同的特色，小人文化园区除了有定水式的家庭展演空间，未来嘛会来办理无同形态的体验活动，互较侪人了解传统信仰文化。台湾新闻所发采访报道。